还有这青池宫。萤火会灭，可我不会走。青墨，你带我来这做什么？你喜欢萤火，祁连山中萤火不少，可白日去寻的确有些麻烦，于是我费了不少心，才为你寻得这9900支。既然如此麻烦，为何要做？因为你喜欢，凡你喜欢的我都会去做，凡你厌恶的，我自会避开。若你喜欢风花雪月，无论何处我都可以陪你去看；若你喜欢岁月静好，我便与你在这云岭河曲之处安然度日。青墨，我要的是一生一世亘古不变。若你做不到，也不必多言，我们仍旧是朋友。请你莫要动摇我的道心。我能做到。我从第一句开始全部都是认真的。浩志，我喜欢你。我真的喜欢你。也许博轩会离开，也许你父神会走，所有人都会走，但我不会。我待你之心堪比山川日月，只要你给我机会。让我留在你身边，证明给你看。我还得去寻博轩，还有这青池宫。浩志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萤火会灭，可我不会走。梦中依然清醒，思